歇。子歇，子歇，你能听到我说话吗？月儿。姐姐身受桎梏，小冉心灵有关，我要去救小冉，去救姐姐，子歇会等我的。月儿，封他的口。我虽然已经回宫，王后又岂能放过我？岂能放过我的月儿，我的蓉儿？我想来想去，只有这一个机会了，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扳倒了王后，换我孩儿一个锦绣前程。妹妹，你千万不要想太了。你3个孩儿都太小了，我就是为了他们。我的命不足惜，我今已经回宫了，王后势必与我形同水火。我若不孤注一掷，便只能眼睁睁看着我的3个孩子和我任他宰割。姐，在我和王后了断之前，我若能与我月儿和蓉儿见上最后一面，就死而无憾。妹妹，请收妹妹一半。姐姐，你快起来，王姐姐成全。好，我这就去安排。谢姐姐。月儿，快跟我走！举娘娘，我们去哪儿啊？快走，再不走就见不到你娘亲了。依你看，寡人当派兵去接梦莹回来吗？若以国事论，的确是没有足够的兵力去问罪燕国。更何况张子刚刚游说燕国同意退出公孙衍6国联兵之术。但是什么？但若以家事论，作为父亲要接回在困顿中的女儿，那只需一对亲计，乔装改扮潜入韩国接有人就是了。听你说来，这就变得简单明了了。大王，大公主若能带着公子直回到秦国，那燕国的未来很可能就可以通过大公主和公子直操纵在大王的手中了。大王，你想，
公子直也是翼王嫡子，将来争夺燕王之位，他是有机会的。说得好。那大王的意思是接回梦萦。原来大王心中早有主张。丫头啊，既然是你的主意，老伯就派魏然带一队轻装骑兵，绕过函谷关，昼伏夜出，直到函谷都城，接回梦萦母子。不会反对吧？魏然的确需要更多的历练，但不会看错人的。好，前大王，传司马错明晨进宣师殿听旨。是。郭的郭伟，当时的乱象可以想象，郭伟依仗秦国和赵国的力量平乱，又被燕王拜师拜相，定会让芈因不顾一切地投入他的怀抱，而芈因楚国公主的身份也让郭伟倍感荣耀，因而对芈因百依百顺。怪不得那个芈因敢如此嚣张啊！苏子，燕王求贤若渴，苏子乃治国安邦之奇才。上次苏子来见我和燕王侃侃而谈，令人茅塞顿开。望苏子能长久留在燕国，出入朝堂，成为社稷肱骨，共商天下大计。苏秦才疏学浅，蒙燕王亦厚爱。先生不必过谦，当年齐国乱燕，奇耻大辱，至今未报。如今大王一心想强燕而图天下，不惜输尽钱财，正是为了招募先生这样的兴国治世之才。齐王骄横暴虐，遭各国诸侯愤恨。大王想学习国耻，并非难事，但眼下齐国国土广阔，人口众多，以燕国一国之力攻打齐国，很难一蹴而就。不如联络赵、楚、魏、秦等盟，结盟立约，共同讨伐。素子所言极是，郭国相与诸国结盟立约，要为眼下头等大事。大王，微臣一定照办。在下还有言，不知当说否？请说。大王既然打算与诸国结盟，就该善待诸国之子，免得因为他们不测之祸而与他们的母国生出龃龉嫌隙。怎么不吹了？许久不吹，都忘了去掉。曲中有些呜咽之声，甚是悲凉。排箫的心是空的，芈月的心是空的，彼此两相依。是因为你弟弟萧然走了吗？司马将军告诉寡人，魏然天赋异禀，才思敏捷，假以时日，定是个领兵统将的人才。多谢大王赞许，大王日日忧心国事，可芈月却保持终日无所事事。寡人心中想起一事，或许芈月可为寡人解怀。还记得桑馆吗？那些士子天天雄辩，很多都会写成策论，有些优秀之作会送到宫里来。可是遇上函谷关战事，军情紧急，这些策论都放在那儿蒙尘了。你若无事，可以去替寡人看看这些策论，挑选分解。而且这些策论诸子百家俱有，五花八门的理论相互攻击，倒可让你增长见识，辨别蛊惑之言。真的，寡人何时骗过你？芈月多谢老伯。为何要谢老伯？
周有太任善教文王，只随我心。好吧，随你。日后你想清楚了，我也可以再安排的。总之，不会亏了你。多谢姐姐。第3件事情呢？姐姐，若有一日我遭遇不测，还请姐姐照顾小冉，善待魁谷。妹妹，不要吓我，到底怎么了？详情，姐姐还是不知晓为好。妹妹到这时还说这样的话，你同坐一条船，知不知晓有何区别？哎呀，妹妹别再让我着急了。姐姐，在官道上伏击你的人，就是害死子歇的人。那些人不是瞿部落的人吗？那一渠人也一定是受人指使，那背后之人必定是在咸阳，很可能就在秦宫之中。这是大事，可如何是好？所以我要随你进宫，查出真凶，为子歇报仇。这可如何跑得掉？我也不会骑马。我在前面打头阵，你在后面跟着我。行行，公主切记区，万一有个闪失。这边不远就是商县，如果有人能够引开敌人的主力，咱们能再多撑一会儿，商县的守将一定能赶到。姐姐，把披风给我。对，岳主说的对，这披风上晚穿不得了。披风，给我！不是月儿，你太危险了。眼下我都被困在这儿，可他们并不认识你，能识别的大约就是这件披风。我去把它引开。一人为己，总比大家涉险要强。别弄点奴婢，好歹是一个人的性命，就由奴婢去吧。刀剑无情，小冉眼下是我唯一担心的人，我把小冉托付给姑姑，千万要好生照顾她。不，月，给我公主，如果你有事，所有人都活不成了。你莫见看，公主的主意不妨一试啊！